当一个人找到了内心的平衡和正确的价值观，才能实现正确的人生。正确的人生不仅意味着成功和成就，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平静和满足。这需要坚守自己的原则，勇敢面对困难，并且对自己和他人负责。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成长，一个人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。当一个人正确了，他的行为和态度也会影响到身边的人，甚至整个社会。正确的人生观能够激励他人，带来积极的影响，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。因此，每个人都应该努力追求正确的人生。这需要不断的反省和成长，坚持自己的价值观，并且对自己和他人负责。只有正确了自己，人生才会变得正确。如果您喜欢这个影片，就把它分享到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感恩。